Ladies and gentlemen，让我们欢迎坎城影后萧如如。你敢袂想老？伊就是要去拍 A 片呐。你莫想讲你要用电视顶迄套，我袂互你骗去。刚才我怎回信息？愈回愈掠讲，根本就困袂。应该来讲我什么北港香炉？你要猜我算命讲什么啦？啊，我袂相信。假如你还是做 M 的话，你莫做歌星啊。看到你跟小鲜肉的绯闻，小鲜肉嘛袂歹啊，一定爱生气起来。少年血气方刚。激战4小时，真正要做戏两丁就要加油啊！年纪无重要，才上重要。结果这个婚啊，我心肝哪会重要？不过你是公众人物啊！爱情有做这时阵，就是无讲道理。讲讲你嘛讲。6月8号开始，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都伫公司台语台。